大家好，我係 Secret AI Digital Literacy Program 嘅青年大使 Queenie。而家啲電話同埋電信騙案詐騙越嚟越真，佢哋會用科技、用聲音、用假網站去呃人。今日就由我嚟帶大家一齊學習一下幾個經典嘅詐騙案例，幫助大家提升防騙技能。有騙徒假變內地公職人員，話你身份出事或者涉及非法活動，之後轉線俾所謂嘅警員，要求你提供銀行資料，亦都有可能會要求你點擊可疑連結或者下載惡意程式。進入咗釣魚網站或者下載咗惡意程式之後，騙徒就可以盜取你嘅銀行戶口資料，資料入邊嘅錢最終可能會被清零。除此之外，亦會有騙徒假扮電信公司，話你激活咗新服務，會被要求收取費用。當你想取消嗰陣，佢哋就會轉線俾所謂嘅銀行職員，並要求你徵交手續費。要記住，真公司唔會要求你即時轉賬。以下我會介紹一個關於 AI 聲音克隆嘅騙案，俾大家知道而家連聲音都可以造假。騙徒會用 AI 模仿你家人或者朋友嘅聲音同埋語氣，發語音過嚟話佢哋有麻煩，急需要用錢，要求你即時轉賬俾佢哋。你戶口有冇5000啊？幫我過一筆數先，我戶口限額咗，聽日還返俾你。遇到呢啲情況，就要多啲問私人問題，同埋打返俾你真正嘅家人朋友確認，切勿急住轉錢。而家我會再介紹一個關於假冒信息嘅詐騙手法，俾大家知道日常生活中嘅短信連結都有可能有危險。騙徒會冒充銀行、政府、速遞公司或者外賣平台，例如順豐、Kita、Foodpanda， 發信假信息，要求你點擊連結或者提供資料。大家要小心檢查網址，真嘅銀行或者公司網站唔會係咁樣拼寫。發現可疑嘅信息，記住銀行同埋官方機構會透過正式渠道發放公告。最後提下大家，見到可疑嘅國際號碼要小心，唔好喺電話度講自己嘅銀行資料。如果有懷疑，要即刻 cut 線，再自己打過去官方電話確認。見到任何短信，唔好隨便點擊可疑嘅連結同埋下載惡意程式。以上就係我哋今日介紹有關詐騙嘅日常手法，希望大家日常生活中可以提高警覺，保護好自己嘅財產。